公钟诶，哇，7架鐘咧哦，第三個全部7架鐘誒，部攏個嘛係。哇！坐底下咧，我頭該先咧，用該 stable。我们没有先讨论好，是不是？散档啊，動到題，因就加減種落7架就10落是安你尼擅長動豆底哦。哎呦，哦，干妈，对啊，幹嘛？干妈那个位分对吗？我靠，都有俩嘛，有吗？沒有。啊，那等下轉你哦，哎，重要。我以為是一閃眼哎，你让姐姐失望呢。有呀，好好吃哦。不知道該形容它是甜點還是你先形容为什么输家可以吃？我想到一個吐司的做法了。用这个吗？對啊，去邊壓平啊。手在吗？躺你倆放棄，吧，他們倆放棄。厨師幫幫我，我先来一下。我要配料。配料是谁？配料來剛好用啊，胡椒一半粉、胡椒粉幹嘛㗎？鹽、胡椒鹽。哦，啊，厲害哦。蛮简单的。改天你要去馬賽咧，你嘅眼神就狂愛。呢個你也沾到了。等一下，是鋪嘅東西哦，幹嘛嘅係水夾嘅？誒，你啱啱拍當何用嚟看咧？哦，誒，乜嘅香，乜嘅款係冇？第二件沒好，第一件懂的，沒有這樣我懂的啦。係啊。等一下，你們是真心給建議嗎？ Hello，各位電視機前面嘅觀眾朋友，大家好。還有所有現場嘅鄉親朋友，大家好。我楊淑坤，一家之主，我係明珠。我係莊百強。今日當歡喜呢來到新竹嘅新埔哦，講到新埔，你有想到嗎？誒，當然係企鵝啊。對，因為一個吃嘅餅。哦，企鵝餅。因為佢特別都一個世界多嘅時間，貴太片嘅種紅色的地毯咁其實樣，蠻漂亮的。非常的講，如果你有空拍圖拍下來，整個。 而且剛好喺啲時節9公風吹下過來，那現在曬出來的一個這邊最好食。好，三號來呢，先來分享到佢咩評審欣賞，馬上來分享到嘅係劉雪玲劉師傅。大家好，係雪玲。阿謝玲你好，還有親友鳳七師傅。好，阿鳳誒。阿鳳你好。三號來呢，來分享到佢咩潛水站嘅呢組呢係表姊妹哦，分享到理髮師劉水鳳姐，歡迎。歡迎。好，三號來咱隨愛分享到嘅係兩隻阿嫂，豐收熱鬧盡收劇。早上歡迎。大家好。你好，你好。哎呦，沙圈凍醬哦。 Thank you，呢個都要做媽媽嗬。大家全部人用，對帶來媽媽的好料理。請教一下，到底個新埔呀，特別有乜個好教的啊，好食的問題啊，小姐一下。咱南平沙區吼有改好食的個水梨，做的水梨 DIY 啊，哎，哇，最愛的，還有做披薩 DIY 哦。哇，你在3灣梨之姐面前講水梨。哦，我哋南平沙區呀，啊新埔鎮哈，2/3都全部係南平沙區嘅。水梨呀哈，都是整山的，尤其是開發的時間，哎，尤其是開發的時間。 不輸那個櫻花，那裡也把它拍色的嘛，對，凍醬，對，所以我們那邊也算是還不錯的地方。哇，所以來到新埔兩片哦，除了個企鵝餅係凍酒苗，哎，水梨沒凍酒苗。對對對，我們那一區都是水梨。水鳳姐間兒呢，你有推薦俾大家？多肉植物啊，附近真的哦，有多肉植物，仙人掌嘛，仙人掌。那你有種嗎？是種，對。所以要特別有種到多肉植物係嘛？哦，啊有乜個好料的素材冇咧？多肉植物該吃青好料啊，係啊。這鬼太片做本台啊，很療癒。我有去過。走路的時候要小心哦。不用，它真的一區一區的，一區一區的地板上這樣。應該有規劃，它是一棟一棟的。哦。有規劃，和有第一棟、第二棟，它那個植物是都有去培養。對。好啦，講到呢度呢，應該睇起來都已經了解到來到新埔一定要尋到乜嘅好東西嘅，可能係媒體出食材料也嘅有關咯，馬上來看啦。哦，當然有關咯，馬上打開呢本大家看下到底係乜嘅東西咯。嘿哦，也係哇，我喜歡吃的耶。但是好像柿子有分凍豆種。冇叫我品種當到，先來分享到今日呀，這個牛年係中國東藏太高，歡迎。會凍過。
哦，阿哥你好，来。你好係，阿哥你有種兩個字的哦。哎，有，啊七八種哎。旗有就分埋種類啊。目前有3種做特別的旗標，你係石旗的，哦，殺雞哎殺雞嘅，殺字嘅。哎，啊石旗的浸水浸了是按做水旗，哦。啊水旗皮小小的是甜脆，哇，要切哎，加上嘅做字邊還有蟲嘅係冇？必吃，係必旗。呀，種兩個字有乜嘅反應嘅漢字冇？我種到呢條味較好。山坡地咪都來種哈，평地咪都來種。평嘅吼，水分好都係冇人甜，水分好少係幾好甜，肉好食，食住好 Q。到時廠我托雞旗嗰個書姐哦，用乜來群啊？看外表，可能外表哈皮好犟哈，食起來是好剛食。行喺講我通下東坡有一些像是霜類，有沒有糖霜走出來會較好嗎？這種它是應該有吃餅。這個是料哈，係佢本身嘅嗰種嘅糖分出來是長為肉量嘅啪啪啦。呀係咩？呀泰國中亞吃幾多年？誒，我61歲咧，然後算不出來啊哇，嗰個真係係專家誒，講到其他種嘅東西哦。誒，你照現場大概噼啪啪子做一下。哇，等一下就係說啊，你咪帶人蠻好料誒。好，哦，哇！而且蛋醬雪住好咧哈。係炒。真的誒。誒，我到時廠咪冇眼點咧。好甜咩？呢排剪葱用吧？要新鋪，當好食咧，水鋪剪做誒。係當好食啦，好食啊當甜啊。冬天嘛，啲殺旗啊，冬天當好食。平常時應該是按多嘅旗啦，吼。按一啲秋卷當英種，按肉都成熟嘅就風啊，即刻摘下來就能食。啲蘇當是風啊，摘下來是濕的。是啊，你有問過人家嗎？我哋都去摘嘅時間是好朋友嘅木頭。好吃哎。全部買起啊，要買全部買起。買不了。羨慕。對還是我們直接來開直播，我豆漿啊。講到幸福，大家就想到廿個字誒，鼓手馬上呢要拿廿個字誒來進行鐵管嘅料理挑戰咯。布卡好明星，大家家庭都有算係自家嘅好明星，用隨地寒天嘅時間地度，用菜地嘅指定食材，做出自家嘅素路菜。到底哪家嘅明星會較上癮呢？準備拿出廿個好本蛋，一家之主上菜嚟。啊，廿個字誒呢，一般來講睇起來就會最多拿了煲湯用柿餅這樣子。啊，睇下這邊發出馬料理呢，唐快要諷刺嘅催眠的嗎？事事如意，事事如意。哎，你用的就紅衣了呀！怎麼兩場你給客家界的影響太大了。那你叫什麼恭喜發財好，來嗎？來來，談談咱最今要做嘅料理係起炒手乾，有合音就談到收工。哦，這個係自然，這個係海料。哦，好，大家有信心嗎？有有哦，好，倒數3、2、1，搶開始。哦，開始咯，事事如意嘛。對，事我以為講應該錯。還有什麼事呢？好事。你該不會說是非對錯吧？對，是非對錯啊，總得了。總得啦。這樣會讓觀眾朋友覺得感覺你冇讀書呢。對啊，好事連連，萬事如意。心想事成。好，OK 啦。日子係起碼品種呀。有殺氣，嗌加乾種咧。哇，切格種嘅哦。帶來嘅全部切格種嘅，火龍果嘛係。哇！還有芒梨唔咩？生你掛咧？生你個唔咩？檸檬係。你冇咪加種啊，嘅？算啦，種嘅係自己種嘅哈。咩呀？你刁難人！哎呀嘅。黑豆吧。黑豆。豬肉睇喂。最唔知你平常喺種乜嘅條路嘅咧？土筍啊。好好哦！全世界最幸福的工作。哎，不要這麼說，我爸爸會抗議哦。呢個挺強的。你一套菜名係馬莎按嘅。嗌按咧，因為做兩種旗嘅冇同樣嘅旗嘅，一添嘅，係一添旗，啊嘅係咧牛心旗。哦，那麼就兩隻旗兒事事如意啦。係錯。還要刻花是不是？唔咩，我要計緊呢條削出來。呢條削出來，啊先浸一下鹽水。哎，這樣唔會氧化，對，氧化唔會糊貼，唔會糊係。等一下，那嚟炒也係做沙拉。啊，做沙拉涼拌。即係要最有誠意，最講，呀，全部不卡起來做種嘅。
这就厉害了。这个带来的，火龙果嘛嘿，啊，种到安酱哦，今边托下酱诶，该系风肉嘅，也系拍拍肉拍肉，今边有大风诶，哇，好健康哦这一道。好幸福哦。所以最尾嘅挑梅是该放那个酸辣酱，泰式的吗？嘿，错，加点点糖，还有加个柠檬。哇，切的火龙果没冻酱哦。會開化哦。好，先幫你切一下，一個去看下咱。好，哇，五味啲吼，大家凍好食嘅海產呢。你食材新鮮吼，你加個起你本身係杜掌麥吼，按炒出來梅頭凍好。哎，你下嘅法吼，哎，真的難不倒各種媽媽呢。因為我到沙起哈，我做個關懷據點哈。一禮拜做5擺，我做5日，按當就是老人家吼，成人都冇到不下吼，65歲以上嘅人就做呢些。哇，喺沙溪就了嘅福利係。真見動站的，我必須要說，八公嘅烏站嘛哈，後代有人家的哦。我們是志工媽媽，很棒哎，我阿婆就有去啊，真的，家就全部懂後嘅你。有人照顧，還做得交朋友，唔會帶日生已帶到福卡。對，關懷據點嘅串吼，咪有安用哦。關懷據點啊，佢係看沙溪嗰啲當到老人家種菜啊，佢會捐贈。啊，我們食材盡量不要浪費，人家捐贈來的食材都盡量不要浪費。按照拿來煮。所以你而家所講的同個人用辦？唔是，要先去腥嗎？愛啲吼，凍刺嘅所講呢，唔是同個。啊，你水要做乜㗎？誒，水係同糖咧，同乜㗎？同四季豆，韓國咧起嘅。哦，皮那嚟燙哦，燙也燙梅唔會焦脫咯。唔係我買的就是燙，用殺菌一下就可以了，燙軟點點啦，殺菌一下就可以了。小可係軟啲嘅，同樣甜，用乜㗎？鹽、油，唔是講咩啊？誒，幾度關懷據點煮出來嘅時間，冇嘢用誒鹽、糖、油。愛關懷據點煮出來些速度會凍僵呢。凍僵係啊5菜1湯40個人吃誒。哇！誒，我做啲盤足嘅。下嘞，坐底下嘞，你頭該先呢？用該先你們沒有先討論好是不是？散檔啊，凍到底，恁就加減種來切加肉，摘來是啦。你擅長凍到底哦。係喲。乾媽。係啊。乾媽。乾媽這個位份對嗎？係啊，呢個我靠到有倆嘛。沒有。我等下講你哦。這種你哦。我以為是一閃眼。哎，你讓姐姐失望哎。又係啊。關懷據點煮出來些速度會凍僵呢。凍僵係啊。 5菜1湯40個人吃誒。哇！誒，我做啲盤足嘅。係我條菜按到啥條呢？你講做一盤粥。要鹽。好，我們先過去看一下哈。好。時間冇多，夾夾咯哈。哦，全部係切一顆哈。咁檸檬會做乜嘅？啊檸檬加個醬。韓國挑果實醋咧。係，我挑蒜辣醬哦，放個檸檬係最合嘅。哦，所以你要挑按樣式做得咧吼。係，我係加到湯。你米濃加過來係嘛？係，速係米濃加過來。睇得出來哈。睇得出來。嗱，一下阿用嘅，用乜嘅？用咩啊？沙拉。呢個炒哦。我炒芝麻。芝麻炒肉啊。啊芝麻。在意細節哦，馬上先炒。因為講吼，一個芝麻油啊，冇香啊。炒過冇係我下炒下香。油脂有冇？油有冇炒出來啦？很注重細節啦。有。差唔多咧。差唔多咧。一下都。我說攪香下，嗰個包到一個美生菜啲都乜嘅啲都係冇。唔係，啥都最淡薄。啊。用到嘅最淡薄一樣嘢啦。好，那就等一共差唔多會好嘅。係，差唔多。先看一下咱水。好。用lau哇，超開心。一數講凍刺啊，香菇係蝦係嘛？香菇愛咧，有香菇你冇看到，冇看到，係唔係啦，你要兩條緊張咧啊，香菇別一下好好哦，不是緊張。啊，蔥哦，別麼？那個菇兒聽說會別多，他們很介意哦。對呀，還有哦，被風吹跳因為切到吼就都有噴塗哦，所以等下會加水嗎？愛錯，加啲水啦。你要燒水好加。你做唔得啦，兩個10粒。哦。
哦，甲红豆水啊。我改了吗？有冇阿姐？我们看下下夹你系下咧，做底下咧，唔同解先咧，用解 stable。你们没有先讨论好是不是？又讲我，还像你给炒好样来，吃也这么儿童啊？系啊，拢话会通过咯。过一下。该做啲上市的东西耶。因为佢未完全透风，烧下过啲。要破坏它的细胞壁啦。烧下过就做得咧，第二滚起来就了起来，因为基本冇完全红透啦，没有成熟透，熟啦，对，地图他们吃口感没有这么很硬是臭的啦。哎呀，还假种的嘿，比较重的啊。马啥种诶？散糖啊，冻豆体，因就加减种了7加又10落去啦。擅长冻豆体啊。嘿哟，干妈，干妈，你看到干妈这个味分对吗？系啊，那个重吗？系啊。那调味呢？我看这一碗鸭丸黑马盖，干面有记啊。沙茶系嘛？沙茶爱金应该啊，你还有黑马盖？你系爱7加5诶，胡椒粉弄蘸，按有胡椒哈，因为基本性咸打诶哈。应该用辣啦。我跟你讲，雪玲姐爱死这道菜了。要皮看了吗？好，讲皮。好讲。他偷放一瓢才给你哦。我觉得要有一点那个。这个是中药胡椒粉吗？对，我们都喜欢自己去中药房，我们熟悉的中药房。你做咧做该胡椒虾的面头呢？嘿，又香，你还没改？沙茶啦，沙茶一点点不会，因为我没有加盐我没有放到盐，我只是胡椒盐那我调好的，不会胡椒盐嘛哈。因为沙茶基本上不会调咸啦。好，我们可以看一下。来再看一下哈。哇，看起来超棒的！我来吃一下这个酱。天虚你个虚这哦，成个转头不看看到两碗哈，会尖叫哦。会怎么尖叫？妈妈太棒了！然后妈妈就不想给你吃。所以按时差不多的嘛哈。互动大众菜都有哎。好，Andy 前了都数了哦，天草马上来都数7、6、5、4、3、2、1。时间到，马上就来试试看呐！体管地图那部卡米西卡好食嘞。好，第二个耳朵幸福就会吃哎，吃哎哦，吃哎，吃哎。而且皮儿还有做沙拉哦，嘿哦，好，而且做泰式口味，这道菜可以减肥。太高了，吃看哦。哦，这个酱料好加分哦，有点辣，泰式酸辣。咱个应该咋个挑过？因为吼，蛋肠系原本嘅泰式酸辣，冇按甜。那这种真的哎，那么会把购置全部甜哎，你感觉有一些泰式的烂米掉它的那种味道，让它有点变化这样。豆腐卡顿有起来弄哦，你看。蒜溜好食咯。蒜溜哦。要做一减配又食落呀。但吃太多也不行了哈。可能蛋肠选水果给去这样切那个皮儿去好嘞。这样吃的话，其实全部的健康全又学到。好，换吃蓝队的。俺会豆血发鸡。可以3来吃就好食。好，来食看哦。哇，发鸡好食呢。应该还不用该梅事哦，俺感觉如何哦？如何？虽然你都是大手笔。因为本身爱冇落染嘛。不过我食一下吼，有糖果嘅皮儿又买冇強溶。它面，它肉。糖果之後嘅皮兒哦，幾好，還好入味哦。皮兒哦，真的很少入菜。不過走到安用哦，不會違和感。中藥的夫椒粉沒動好，動香。好，馬上呢就來評分呢，競總了，先搶謝林師傅搶分數。咱吹一份。他一定是投給胡椒粉，我不甘心。然後來看一下阿峰哥搶分數。好。阿謝林講一下。我做嘛為本咱是一樣呢？胡椒粉。唔係安尼啦，佢講佢做本關懷劇的錄音架設，佢有糖果唔會差，食起來味是又出來，地度又甜味又出來。你係白建議呐哈，很個炒池的料理，你就冇表安到，其他食材冇表十分多。失焦了。嘿，阿峰哥。好，
像了也是个桂叶落去洗，洗到起来该又该水果啊，全部穷下洗，见梅头会出来啦，是正常的。啱冇半年片上班係講吼，該起兒也該梅頭冇出到，可能係梅頭變到蟲蟲嘅，蟲蟲到起也該試指到其他梅頭攏欠人嘅，梅頭攏冇。他可能有可能係先同過，該面又差啦，係啦，1-1啦，係。好，唔該你也兩種菜色咧，睇起家都會卡住咗嚟吃做困難哦，咩做老炒海鮮，咩做老幾種日嘅沙拉部分，起家都會卡吃做困難。唔該你來到新埔，講到也吃嘅就變出馬四個料理，馬上就來搞本起司夫咯。中埔素滷菜。啊，厲害誒！起司夫呢，真的是只有起司夫做得突破起司夫。嘿，江湖上就有這個說法。不過今天他呢，已經整個幫我們拓邊了。嘿啊，哎，是一年安用走真的啊，有烤箱贊助了，是不是？我們錄了2年，終於有烤箱出現了。贊助商就是他本人，真的，是他本人。啱未得幾百種。接下來就缺水冷氣。水冷氣係啊。啊，今天帶來烤箱哦，做個菜名係乜嘅？好事會花生。你是講客家腔啊？花生哦，板條啊，花蹄條啦，哦，蹄條好是花生。真經讓熊都動到係客家偏友誒，取名都很有創意。有哈，蹄兒啦，蹄兒是好的事，好的事。啊，會發生什麼事呢？會，就是這個2個，我等下會結合在一起，調控它，才會有這個花生。啊，我等下係花生醬。信州有名嘅花生醬，啊，掠係豬腳肉，啊，掠係風蔥條，哦，啊，掠係香菇，走嘅香菇，啊，掠係柿子，我等下會挖一個洞，啊，挖一個洞，掠全部炒好，好，我會進烤箱烤，好了，大家有看到怎麼樣子？哇，那還有耍花槍嗎？冇。從掠有啊，因為做得烤皮咪做得啦，哈。掠係自家種嘅嗎？掠冇本賣嘅，凍醬嘛，哈。都還是要問一下。哦，掠先，從安陽因，你講按。剛才椰子都要用嘅咧，冇有。這個是變咯，安陽我咪切油安陽，啊，從掠，我靠都有掠嘛，有冇？沒有啊，我等下講你哦。總你哦。我以為是一三年送。哎，你讓姐姐失望呢。有啊，沒做送你啦，哦。我們家也沒有。哦，我沒做送。我也沒有。謝謝。你有沒有？有。觀眾朋友，黑港都某位發可以在這邊留言。哦，走的哈，歡迎留言。哦，從安陽啊，別再空，哈，我等下我聊炒好的時間，是落去烤箱烤，大概25分鐘，上下火大概170度，要預熱170度25分鐘，哈。可是我有一個問題，滴嘟嘟已經炒熟了，這麼好培養給所以叫做會發生什麼事？你等下寫成品。哦。是你這樣提問會發生什麼事？我期待一下啦。期待哈。像因為啱啲現來啱記得有個早餐店面有用該豬排配那個花生醬，很好吃，很好吃，美式就是這樣子的。我什麼是漢堡耶？是安陽應該上班時安陽做出來嘅，從一頭掠絞肉係冇按配嘅，啊等下會炒落下灶，對，不應該花生醬比較好入口，比較軟，滑順。好厲害啊！來開放各位美少女們來問問題，包括雪玲師傅也是。美少女畫到這裡哦，你也算哦。哎，還有我這邊。哦，你是超美少女 ，OK，超級美少女啊。夢英小妹啊，咁香菇怎麼個切到安油啊？你一點解用落去好看啊？哈，我哋絞肉嘛，好用下。跟用又炸過啊，又冇炸過，冇。意思就講哦，貼片係塗嘅比較少油的，油脂還少嘅，差唔多，我兩差唔多有9:1啊，9都瘦了，一個肥而已。會讓人期待耶，所以才會發生什麼事？對，會發生什麼事情呢？你們會發生什麼事呢？哈，那你希望發生什麼後事？哎，像這個年齡需要健康一點。哦，放起來水老天，啊，水風姐出了天空嘞，來，青春。好，全部都講聽你嘛哈。還有你也要講，超美魔女來，你希望乜嘅？當然是你明年得到金鐘獎啦。哎，博學你好，所以好事會發生嘛。哦，好，你係柿子，你係石頭蝦，你看我絞肉要炒到凍灶，我跳古魚嘅，哦，
是会不会太少？对啊，起儿啊，我懂小嘛。因为两下磨本啊，等下切好，不然一口吃下去。哦，像安是差不多的嘛哈。好，两下蹄条酱。蹄条酱。好，两下。哇，安尼哦。两毛加水哈。不是。哇，那个该。而且反跳就一听会老痒，然后是。哦。你看，你边有乳化效果的嘛？是都该注用点毒了哈。哎，好，安就吃你试试的，马上要选。好，会批呀。好，像啊就是拉米点嘛，盐巴提一下，简单调味，简单，两嘛个。副教分一点点就好，拜托。刚好哎，一点点的时候咯。还是我老爷给修 Q 记了加。哎，这个对他来讲是没有加哦。那等于没加，他还是用3大瓢匙哦。我没放盐巴啦，还是蛮辣。你看，你看像啊，你看人家可能烧油啊，你等下进烤箱的时间的话，就会融化到在柿子地板哈。少姐你也不知道一遍。我真觉得你太厉害了。那这是差不多的，标。就是让它不应该体条粒粒分明，让它每一个都有啊，每一个都有花生酱哦，皮给它融合。你要先讲一皮料，好香哦，把妹，谢谢，好香。哎，这个不用了哦。你有洗的很有可能吗？好啊，好，走来好。谢谢。啊，等一下风水不是学的哈。好，从你啊，来抢公平。好吃了哈，好好吃哦，多便宜啊！记住这个味道哦哈，你等下烤箱。从安用油啊，进烤箱预热几度？170上下火，上下火要烤几分钟？25分钟，好好吃哦！不知道该形容它的甜点还是？你先形容为什么苏家可以吃？我想到一个吐司的做法了。用这个吗？对啊，去边压平啊。走对吗？他们俩放弃，他们俩放弃。厨师帮我，我先来上。我要配料，配料是谁？你看，你蛮厉害哦，从安饮是动厉害的哈，我等下打开拍摄烤箱打开来哈。好了，好嘞。哇！用乜嘢用嘅？铝箔纸油啊，因为你要挡杯油啊，它烤箱会出汁，会烤到焦掉了，上面会干到，所以我必须要保持嘅水分係嘛，保持嘅水分哈，你下哦，擺到酸條啦。哦。那想问一下，你这个盒子有问家珍姐珠宝放哪里吗？这不是珠宝，这是一个托盘。托盘就是我们端菜给客人的这个托盘，哦，所以。这样子就完成了。好，本太可以嗨。好事会发生。按钮就好 C 喽。都有许愿呢，希望一条好的事情呢都会发生哦。好事会发生，当然就是抬高抬高哈生啊，嘿唔嘿嘿，他还是有任务要执行。你的任务来，我的任务係哈，鑼鼓語言講啊，是風時而蹦球哈，你記把嘿，乜嘅意思咧？喂 A 自尋死路 ，B 游手好閒 ，A 來 B 咧。好。谁先来猜拳？对，保护马上还会高，来就剪啊，剪刀石头布。哇，没关系。A 也系 B， 自寻死路也系 B 游手。自寻死路，那我们只好选游手好闲了。好，没关系，没关系。看一下到底答案系 A 也系 B 咧？答案系 A。啊，我嘅眼睛系乜嘅？傳統嘅講法吼，紅事又啊蹦酒強化食啦。會中毒啦，故比喻為自尋死路啦。哦，啊，不過其實我冇按嚴重啦，因為頭擺大家會錯講吼，因為佢係講食吃嘅有幫助嘅話 ，V 啊佢會集中火力的來去燒發嘅條酒精。
不说讲呢 ，V 嘅负担就变得越来越大。唔係講正經做唔得，是講 V 嘅壓力會動態，先用唔啦。分開來時間合調啦。係啊，對小巴來講會較好。係啦係啦。那阿弟都有老酒嗎？真的沒有嗎？真的，我們等一下唔會令住啦哈。你沒有聽過好事會發生嗎？好事要分享。好像沒有這句話。有吧有吧，民間有樣容易共發吧？民間。等一下哦，聽錯嘅時候，該提條講嘅梅事。好，我們一定聽錯嘅時候。哈？咩係該改哦？改二是嗎？對，真的，那個好事，那個會蹦球。都好食，有幾條醬係梅湯。好吃。哇，這次全部粘的嘞，好好吃。我沒有騙你，我真的有點起雞皮疙瘩。哎呦，好好吃哦！不知道該形容它的甜點還是。你先形容為什麼輸家可以吃。這個都好吃嘞，而且給軟硬哦，自己笑場啊。對，會甜，會甜。還要講口感嗎？要 OK，因為已經凍軟硬哦，給還會切，它還有脆度在底部耶。我跟你說，本年度冠軍。勁。對。東營口呢，我知道講，該企哦係做水果甜甜啦。咁我按樣做，係咪凍河吼？咱就阿姐講看。全部下嘴去做看看。其實條凍簡單哦，烤箱個幾度？170度。烤幾多？25分。才剛幾點吼，所以按準你會做的嘛。好厲害，真係非常的厲害。太陽都不看呢，做來吃做看啊。頭前的時間呢，1比1咯，3點下來又 Q 下來飆出來誒，馬上嚟進行最杯米館挑戰。料理逢綠燈，涼脆會用現改嘅方式結添主要食材，3點完成種葡式實天愛做嘅料理。啲之前都唔會觸到乜嘅食材嘅情況底下，涼脆係咪會因為太緊張嘅殺亂粉粉麼？一家之主，安利隨來上菜嚟。好，又到料理逢綠燈嘅時間咯，先來看一下菜名係乜嘅？給啦！馬上先來手。好，我們派來我們的水鳳小人接來好咧。來開拳，劍斗三條布。來扎，你覺得哪個是你的幸運號就可以。中間這個好。好，1、2、3，蓋牛。這個怎麼了？吐司啊。吐司卷啊，卷什麼？還要點嘛蓋？卷什麼？要不要先品嘗了？我們就直接吃了，來姐姐來。好，王英。姐姐，我先來一下水鳳姐，紅色的。好來，1、2、3。潤餅係嗎？咩？啊，它應該都是會給我們雞肉。用埋個鹽啊，看一下。好，先拿點。1、2、3，恭喜！哎呦，台菜啊，台菜全部用那種素苗油的，用那個皮會。完了，沒關係啊，冰來降糖，吐司來就吐司做，潤餅皮。來，還敢有信心嗎？有，還是很有信心。你單是想個走咧。好，好，馬上來進行最波米一館料理逢綠燈。好，馬上來進行就料理逢綠燈咯。各個出到去嘅食材應該都是有信心的，對嗎？冇，大家就係聽錯嘅，冇信心哦。沒有。好啦，馬上來進行嘅料理逢綠燈，倒數3、2、1，搶開始。開始。怎麼會錯到吐司沒有信心呢？對啊。你家下想點起那個時間那個封口用辦處理，你們的潤餅皮嘞？我們來看看啊。來。你都有改60秒後用到哪一刀啊？秘密，我們不要跟他講，他是敵對的。另外一家雞全部都會煮出來 ，OK？我切斷鐵的。啊，好厲害，好殺手哦！為什麼這樣切？這個切法是黑味道嘛？該啊？越切絞肉啊！哦！哎，好厲害！你還不開賣煮用的嗎？沒，幹你還厲害！斷筋呐！佢剛剛這招真的太厲害了！哎，那個題目唔係蓋鹽嗎？哎，雞卷，沒有雞肉的雞卷啊！不開要嘛個變相用個菜絲撈啲鹽啊，咁樣係啊，要切油油啊，係。因為黑矮放啊，而且一條一片一片，雜多咯，厲害，這太厲害了！怎麼看你切東西好療癒哦？係嘛？你用啥都黑哦？
哎呀，好，我们等下当做出来，等下也给导编有出。来，你下掌控时哦，重要的一挑系吗？莫紧张，当然我紧张。你刚才没看到哈，他们两个想到抽到那个吐司，你们的烦恼跟大家分享。因为那个吐司的我们是比较少用这个。还还讲娘不卡拿吐司呢，做麻雕里你就做麻该好诶，莫管给嘛给给呀嘛给给呢。我想到一个吐司的做法了，有一半有一散牛周沟，压扁。你还记不记得？马上又做过，马上又做过。有这个吗？对啊。很公平宁静哎。给松派有周沟啊，你忘记了吗？我也是这样想，狗口那种啊，狗日黑一边压平啊。做对吗？他们俩放弃吧。他们俩放弃。还有冬汉，也是面粉啊。面粉。有面粉嘛，一点。面粉好。面粉啊。这个是煎饼吗？煎饼吗？唔怕，等下是要煎起来就好嘞。对啊。干肉咩？干肉肉了。公开哦。我们先抓给猪肉的肉质软一点嘛。软一点，牛半音。对。你是说要这样？好，我们要厨师帮忙。好，我们这边要用厨师帮我，黑毛，我们听到求救的声音。我要求救。我讲一下我们的通关密语。厨师帮我。我先来一下。我要配料。配料是谁？调味料。不是厨师，你要选一个人让你走。我选女生漂亮姐姐妹妹。漂亮妹妹，那就是你啦。漂亮姐姐，漂亮妹妹。转个身。好，等一下，雪梨师傅是需要很多时间预备的。米酒。开。好。洗。用加黑胡椒哦。阿娘喂。阿娘，哎，你拍，妈，那是五香粉。莫怀疑。秘密武器。手套。因为洗哦。试吃。这不能试吃。同事呗，要不要再加？同事不对哈。那你这样用会提供有调米调后冇啊？30秒公益。阿娘喂，没有用到油，再关小一点。你要用木条，烧，木条。莫烧，留声音走，烧，OK 了。好，时间差不多了哦。冇啦。好。你要喝给他。好，我帮他喝。通知。雪玲姐讲话慢撒共干，然后给哔哔哔。倒数哦。江湖上某年讲，然后哔哔哔。好。哎，等一下，莫忘讲。 3、2、1，许愿斗。拿起来。我人讲，你要学下软旁边软一点点，那呢唔按到，按到。断就黑就该好断到。那泡泡的，泡泡的。还以为雪玲姐在偷摸什么东西。卷起来用卷，卷一扎，卷一卷，让扎皮让卷来去，先烘第一片呐。嘿，先不用第二地落去烘，来，姐姐你起啊！好，我们先过去。好，来。有吗？哎，你没有用拍的嘞。莫按破呢，有个哈。你看拍没卡电呢？来，通关密语讲一下。厨师人爱天数。你你有去马赛嘞？你也眼神有点恐爱。你讲两张刀了。哎呦。等一下。来，刚好用胡椒粉干嘛干？胡椒盐。哦，厉害哦。蛮简单的。是鋪嘅東西哦，加埋嘅係水夾嘅。你阿媽嘅拍中好用嘅款呢？哦，加嘅香，埋嘅款係冇。第一嘅未好哦，第一嘅好。黑胡椒沒做得啦。係啊。等一下，你們是真心給建議嗎？第四槍開始。你要去東南一點嘛？係啊，吼。先莫講，痛惜一點啊。痛惜。哦，這還是有用到的啦。哦。你阿妹打誰了呀？不然呢？你要讓你點。做唔得 ，Hello 寶貝。哎，我被妹來有哦。啊，那想過安用客家呢？他先示範一個。哦，安一定要那什麼。莫強度啦，哈！等一下會爆出來嗎？沒，這樣摸索。這摸索那時間問題。你試了壓籤。對。默契100%。會按鈕。我唔會躺機，我再給你10秒。爆。
有效的吗？对不起。无，你下沙条应点解按先帮我时候嘞哈？那调味呢？你要调配好了嘛哈？调好了。好嘞，调味调好。师傅，你调味有什么建议吗？冇。不行，等一下，等一下。4、3。哦，不可以数，不可以数。他的脸，觉得狗的事哦，你说我呀？哎 ，hello， 時間到啦，我把龍芒到，時間到啦哦。我們用湯匙，好，剛才去烤清楚的哈。用湯匙，好，湯匙每個對那個一定會爆。用圓的，叉叉，阿娘喂，嘛，細火泡熟咧。謝婆婆，破皮手，坐低，坐低，右邊咧，不要，好，大家。哦，找個鏡，一三一的總鏡。嘿，你叫社長說阿婆嘅節目總會拄唔掉，拜託你掉，較掂掉還沒有呢。顧一下觀眾朋友嘅心情好唔好？好，你哋看隔壁紅間一好啦，有冇看到？等一下，大魚類之前我賴夠穩哦。哎呦，就燙到吼。等下我做醬料嘛。可能做咧找個寫令這許聰做誒，恰切的哈。我應該可能係乜嘅？哦，用撒上去而已嗎？撒上去。師傅你提示太多了。奇怪哈，我那個可能要乜嘅拍？我覺得為什麼沒有黃色金黃？還沒。做醬料麼？係做緊乜嘅麼？係按嘅時候咧。那剛好用胡椒粉，胡椒粉幹嘛㗎？鹽，變到乜嘅東西？胡椒鹽。哦，啱厲害咗。蠻簡單的啊。是不是我們過來你就很緊張啊？我更緊張啊！一百塊用嘅嘢。好啦，唔可以半緊張啊！好，謝謝。見變唔好吵。哇！係呐。誒，你係鋪油條係嗎？這是油條嗎？哎，唔應變哦，要不睇咧。係啊，不睇啦。你要接口處向油下面。對，按用掌紋鹽起來。強污人在夾住佢咧。夾住到半波前面做，對啦，看油麼？那個衛生紙。看油熟啊，冇熟嘛，哈，按是地類嘛，哈。Hello。也是調過的哦，其實嗰種西梅凍醬。凍醬啊。其實我覺得賭猴啊，等一下因為記得有句挑梅哦，我們這邊也要不要自己來研發一下水梅的挑梅係咪㗎？是鋪嘅東西哦，幹嘛嘅係水夾嘅？夫嚼嚼歡。讓。誒，你阿媽嘅拍凍河蓉嘅可能啊？哦，媽嘅香，媽嘅款係冇。到了，你要拍凍河蓉，到了太誇張了。真緊。對，你要給美猴哦，你要給凍的，拍一凍河啦。你要給凍。哎呀，你要拍一凍河啦。你要給凍猴嘅。有咩凍？這個你如果覺得好帶回去沒關係。真的，哎，我家裡有。你要散管哦。還有胡椒沒做對啦。係啊。等一下，你們是真心給建議嗎？係啦，真緊啦。等一下挑潤潤來哦，該把。哎，我要過去我那裡了。我要在孔嗰邊。姐姐你來挑，挑不給潤潤來。好美麗，哎，我覺得可以的。為什麼降低那麼多溫？要炸第二，回鍋。哎，等一下我先切嘛哈，吸油切，好，來。所以按是差不多嘞嘛哈。記得鐵手。按做對嘛哈。調味料有做好嗎？做好嘞。你看你切的呀？嘿，俺切。來，我試試看呢。好，來試。一刀就要下去了。哇，嘿，哎，快很準。哎，很棒。好，做對，來擺盤。差唔多咧，啊，好咧，嗰邊咪好咧，倒數咧，哈。 10、9、8、7、6、5、4、3、2、1，時間到。馬上出來試試看下最杯米館哪部卡張係你嘅太中譜咧？好呀，最杯米館料理風綠燈呢，兩組都表現得當好，師傅都一直覺得哦厲害，要給誰當獎？我們就一直聞香。好，來試試看風吹耶嘍。切到安厲害，安好看哦。哦，夾的時候還有那種脆上癮的哦。哦，脆哦。好好吃，好酥脆，總讚對誒。
第六水里头是泡到嘟嘟好，他们的润饼有优势哎。对啊。一底部涂的跟馅料啊哈，它调的蛮刚好的。再下来我几款哈，蓝水做喽。有。来吐司的哦，哎呦，这炸的太直接送他2倍。哇！哎呦，我觉得口感不一样，完全不一样的口感。我人学到第8度的挑妹们毛平龙哦。对，我吃到给叔叔，可是呢，它很特别哦，给意云边的入口即化，它有绵密的感觉哦，有点到绵绵哈。吐司啊，是容量食材，它的感觉这样弄也还不错吃。其实不错呢。你看难得看到2在盘的空空的，摸的，好吃啊！永远是没摸的，穿都嘟嘟好的哈。好，马上呢，先来抢谢林师傅抢分数。用力！阿凤讲，尽紧拜托一下抢分数。哎，是阿谢林。哎，谢谢你，我讲一下。阿谢林你很嘅啊？尽紧我讲一下。制作单位哈，陷阱题啊哈，用嘴就装来当吼。家人爱吃到加面豉油的面豉下葱，加芹菜面下葱，炸家下的温度有冇？你咪炸又降下来，佮就喊到油的介咧。你家炸低温，一下拉高温，佮喊在好嘅在夹起来。下加魚肉是炒嚟啦。對。高温先就魚肉。炒，你家下要喊到油的啦，所以講一批會下油。啊，兩片嚟做兩佔優勢的係加批啦。他们要挑米也挑得不错。阿凤哥，两片做的都冻好了哈，是正差的用半的啊，是正差的应该吐司油啊，微焦啦，微焦是都会一点点苦哦。啊，我会给这边的想法是讲吼，你应该报道有泡到有堵好，有切安用因啦，或是正差的安用因。谢谢。好，今日嘅比赛成绩已經出來哈，風吹得到3分，藍吹得到1分，勇氣風吹得到3000元嘅價獎金，耶！勇氣，我咱準備當好，你做啲大道嘅關懷據點吼，日本龍應該是老啲係多功能料理鍋。好，先來談一下立法機要拜參加哦，馬間心得老太講一下。哦，今日學到呀個企業做菜真是很難得，先生教要捱貴，哦對，很好食，很好食，所以要貴先係要個學到一種料理。我哋做飯捱教個嘢幾條食。係，幾懂得的咯吼，哎呦，有看懂真啊，哈，有吃到啊。雖然我們沒有猜拳，我們還是吃得到。好，所以馮志幫你老太分享一下了解參加嘅心得。都學到菜，轉移做嚟食。以前你當小容器做菜。炒，佢家嘅出師傅咗要學到吼。有氣哦。好，你一下問一下小局姐吼，今日來到呢個節目吼比賽，有咩感想冇？老大家講。你一新嘅菜式吼，你平常時都不堪唔會做，來啲到吼，又做出來教吼，學到轉移不堪，做一次都不堪認識，慢慢改口味啊。當感謝製作單位幫我了到。你有機會來參加這個節目，下擺嘛冇機會啊！下次咱愛了到龍天宮啊，我了到做咧10個參加一擺，幫我了到過一擺機會。下擺後啥子？佢超到嘅吐司啦，就唔會敬重啦。恭喜！好。今日正經同歡喜後，做隻有請哎呦南平沙區個位鄉下來都有特別互相交流，所以呢，家就做老爺好料理，傳出一本睇起來鄉下來品嘗哦。係啊，來到呢一片啊，咩比賽啦，係互相交流啊，從呢後佢記得吼，你龍沙哦龍珠做嘅企鵝嘅料理啊，所以做到更多嘅變化，歡迎大家一起來創造新料理。一家之主，等等大家鄉下來挑戰，下禮拜再見，拜拜。